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网络上的客家。在我们这堂课程上面，虽然我们说的是客庄，但是其实呢，我们的范围各位同学要把那个范围要更扩大一下。除了台湾的客庄，全球的客庄，那也包含在网络上的客庄，也就是在网络上的客家人他们聚集的地方，也是我们可以调查的一个对象。透过网络社群的参与，可以把隐形的客家人逐渐的显性化。那随着移民的增加，台湾的社会呢，在族群还有文化上面变得更加的多元化。尤其是网络上人类的活动，或者是人类的社会的互动呢，它也可以说是延展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也就是所谓的数位人类学。那因此呢，我们就希望来看看网络上的客家人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根据研究，有6项资讯科技深深地影响到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包含有物联网、机器人、生物科技、说服科技、虚拟扩充实境，以及数位平台等等的。那相信大家都对这个技术相当的清楚。例如物联网把资讯科技呢带入家庭生活以及公共空间，成功的整合虚拟跟实体的世界。机器人的科技则是运用人工智慧所产生的一些合作生产的能力，进而取代传统的人力。像我们也用客语机器人来教导学生来说客家话。那在生物科技方面呢，则广泛应用生物特征的辨识，例如像的那个一些门禁啊，都是利用这些生物特征的辨识来做。那说服科技呢，则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模式。虚拟实境，还有扩增实境，还有数位化的平台，则是以数位化的形式呢，来建构虚拟世界，让人们呢在虚拟世界上面欣赏音乐，进行各项的社交活动，以及购物，还有接触各项的资讯来源。而线上的虚拟世界跟线下的实体世界互动呢，其实是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它们整体影响了整体的社会关系的互动，尤其是在线上的活动经验，可以强化真实世界的社会关系。在虚拟世界中，你参加了社群媒体的相关活动，就如同电子商务里面所谈到的 O2O、Online to Offline 的商业模式一样，线上的活动跟线下的活动其实呢是相互影响的。而这些社群媒体提供了少数族群或者是族群活动参与者不同的管道，也改变了族群成员之间的关系。对现有的社会关系还有情境呢，造成很巨大的转变。因此，社群媒体不仅是移民网络沟通的重要管道，同时也改变了移民网络的性质，甚至促使了更多的移民。虽然在社群媒体上面较难互相的信任，但是社群媒体的确增加了许多的国际移民。因为社群媒体可以让移民者更加的跟原始国家维持紧密的关系，还有跟原来的家人还有朋友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目前，在全球的客家网络社群中，每一天都有人在分享着客家话、客家歌曲、影音短片、新闻资讯，还有活动资讯、日常生活资讯等等的。客家的文化交流成为网络社群的重要的一部分。而随着社群媒体平台的发展，社群媒体跟客家的关系变得密不可分。刚刚有谈到，网络社群呢，可以让散布在各地的移民或者是少数族群可以进行交流。同时呢，它也可以让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彼此连结。由于目前的网络社群
比较少采用影音的方式交流，脱离了必须使用客家话的一个环境，因此客家人在网络上使用的时候呢，就会有所的限制。他们在讨论的议题呢，也从过去的语言使用延伸到其他的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议题。但是随着现在资讯科技的进步，失去了语言的依附，客家人在社群上面还是可以透过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族群身份，积极的参与客家网络社群，在议题的讨论上面展现出强烈的族群认同，并且透过虚拟社会的一个交流，客家人可以在网络社群上面提高自我的客家认同，也强化着群体性的客家认同。在目前网际网络上面，除了文字之外，也扩展到影音还有语音的交流。那这些都会影响到网络上客家人的一些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网民对于族群素养跟族群主流化的概念逐渐的成长。客家人尽管分布在世界各地，却可以借由过去感、地方感、危机感以及光荣感、共体时间这些想象，拉近彼此的距离。而现今网际网络所提供的社群媒体，让客家社群交流更为便利，而且由众多的客家人所建构出来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由于网际网络的快速发展，加上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人与人之间的讯息沟通不再只是依靠传统的书信往来，还有文字的方式。参与社群网站的方式也成为人们在网络上最热络的活动方式之一。有许多使用者把参与社群媒体当作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现今客家族群分散在世界各地，原本客家人在沟通联络上面就常常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有时候你在身边想要找一个会说客家话的人都已经很困难了。但是现今的客家人却受惠于网络媒体的发达，在社群媒体当中串联，把在传统社会上隐性的族群可以转化成为积极参与社群媒体的族群。在1980年台湾客家运动的兴起，客家社群关心的议题也逐渐受到社会大众还有政府的关注。究竟客家族群在网络上面所关心到的议题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来做进一步的探讨，也可以了解到客家族群对于社群媒体的需求。客家族群关心的议题，在不同的传播媒体上面有不同关注的焦点。在1987年到2008年，台湾客家议题的发展情形，主要是在客家风云杂志、客家杂志所刊载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客家所关心的议题主要可以分为5大类，分别是语言类、政治类、社会类、教育文化类以及其他。语言类呢，是这些杂志关注的首要议题，其次是政治、文化、教育，这些则是新时代关注的议题。在网络上的客家人有一个世界客家网，我们用世界客家网作为个案，来跟大家介绍网络上的客家人。世界客家网是由站主陈宪志先生于2002年7月底所创办的论坛式的网站。网站所设立的目标是将全世界的客家人、客家事、客家文化、
网罗在这个网站上面，希望能够成为通往世界客家的主要窗口。透过网际网络的联系，将全世界的客家人凝聚在一起。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客家人的世界观其实是非常的广阔的。客家世界网提供网友一个交流的园地，让使用者能够相互的沟通、发布讯息、议题讨论，还有进行回忆。文章的发表采用匿名的方式，网友跟网友之间并不相识，所以这样的一个网友交流园地是主要以文章的内容作为他们讨论的方向。由于网友交流园地在2008年改版，加上目前有很多的新兴社群媒体，包含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这些快速的成长，所以论坛的讨论热度很快就下降。而且它是采用文字式的论坛议题，因此在客家的网络的社群发展历程当中，当然也是扮演着重要的地位。它的议题的建构呢，主要有分为语言的传承、族群的政治、族群关系、传播媒体、活动消息、客家文化、音乐戏曲、学术研究、追根溯源以及海外客家等等的议题，都是他们经常讨论的。客家文化特色也经常在讨论的贴文当中，我们可以在贴文当中看到对于客家精神的讨论、客家建筑、南山、节庆，还有信仰、传统礼俗、客家的音乐戏曲，无论是流行音乐或者是传统的戏曲，他们在上面分享歌手的姓名、客家诗对、客家八音、客家的戏曲、客家大戏，也都经常出现在网络社群的讨论之中。但由于世界客家网的媒介是以文字为主，因此在2007年之后，被媒体丰富性更高的社群媒体所取代。例如，客家人纷纷在脸书的社团上面成立，还有参与成立了许多的赖群组，还有很多的影音资料放在 YouTube 上面，让更多的客家族群能够加入这些社群媒体之中。未来我们也希望会更多以声音、影像、影音的社群媒体，在上面会出现更多的客家人的活动，让客家人的交流更加的频繁。